嗱，炒飯呢家嘢其實都真係好考功夫。嗱，事關要做評判嘅唔係超級名廚，而係你屋企嗰幾位大帝啊。嗱，當然要落好多油嚟到炒的話，只不過我就唔會叫大家咁樣做啦。嗱，根據日本東京遠福中華料理炒飯師傅就話，佢哋嘅炒飯唔怕乾身，亦都無需要落咁多油嘅秘訣呢，就係要響炒飯中間落洋蔥粒啦。嗱，大家都知道洋蔥可以幫手響炒飯裏邊調味之餘呢，亦都因為洋蔥入邊含有大量水分，並且會響受熱期間釋放出嚟，所以就係令到炒飯仍然保持濕潤嘅原因。嗱，仲有放洋蔥嘅最佳時機呢，就係將白飯落鑊整鬆，嗱，跟手倒啲蛋汁落去混合之後冇耐呢，就好落洋蔥粒，之後先至再放其他嘅肉類配料。嗱，咁樣呢就有足夠嘅時間俾洋蔥發揮香味同埋釋放水分，同埋唔會令到啲炒飯好快變得乾身。嗱，大家今晚不妨咁樣試一試啊！